这是时候啊，对啊，你看吧，就是时候报恩了。这两个挨在一起的，互相请我。这是时候报恩的是去年12月吧，11月推出来的。可以就拍这3个小朋友算了吧。江永四郎拍一些抖音，拍的全部是很另类的那种，就是他跟那些残疾人喂饭啦、拿东西的时候，很有那种很有爱心那种。完了。OK， 没有了。刚刚跟他们拍了一首专门小朋友跳的，单独剪出来。这个颜色，每个衣物的颜色都不一样，有几种颜色？6个人就6种颜色，7个颜色，8个。丽丽来了，堵起喽，他们走还没走。这个前面小罗，还有巴龙姆、拉布瓦，后面是徐温柔，在后面是那个德国的。后面是勇二，3个是德国老二，德国的这个上巴西、徐尚凑、江永四郎，后面那个名字搞忘了，我等会儿问一下他。他好像没有，这个小朋友好像没有抖音。我看见用四郎的抖音随时在线，只要发的东西我都没有提到他，马上就过来点什么点赞那些啊，动作非常快。我觉得他随时在线，我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，只要一看到他的视频，马上就有，基本上1分钟之内吧。6个的直播是什么视角？6个
好像你说你有徐峥吗？没来呀？6个5个嘛，5加墨嘛，6个被拍没注意到。啊？我喜欢这个舞蹈。什么？就这个。什么？这个，你跳你自己的吧。他是每个歌都会跳。曲江错是每一个，他基本上每一首歌就看一次就可以了，基本上一下就记住了。有难一点的话就2次吧。对啊，我搞忘了，抖音好像不能拍小朋友是吧？我没注意到那些，因为我是按照我看我的左边的屏幕。我搞忘了。